Hot Toys Iron Man Mark III 着甲版層疊式裝甲展開結構，首個 Tony Stark 可動眼球頭盔頭雕，一齊嚟進入今日嘅玩具開箱時間。Hello， 各位觀眾大家好，今日我哋要開箱嘅咧就係呢一盒 Hot Toys MMS 825 D72B Iron Man Mark III Armor Suit Up Version 嘅特別版。呢一盒 Hot Toys 咧就係舊年2025年動漫節嘅一個新品嚟嘅。外盒嗰部分咧用紅色做主色啦，咁係一個產品嘅側面照。外盒嘅圖片做咗一個跨頁嘅設計嘅，用側拉嘅形式咧打開，已經可以喺黑色嘅發泡膠盒上面見到 Mark III Armor Suit Up Version 嘅字樣啦，然後今次呢一個特別版嘅呢一張金屬珍藏卡，連呢一個透明膠盒咧就收埋咗喺呢一度啦。呢張卡似係一個漫畫裏面嘅形象嘅一個圖片啦，然後咧佢係磁吸可以喺呢一度打開嘅。佢係一張金屬卡，所以有少少嘅重量啦。咁裏面咧佢仲會再有一個膠套咧去包住佢嘅，背後有一個 Iron Man 面具嘅一個圖樣嘅。打開嘅第一層就會見到我哋嘅本體啦，兩對替換嘅手型，今次嘅頭盔頭雕用嘅面具，下面嘅兩側仲有一啲腳上面嘅裝甲。上層拎走咗之後咧，下層嘅中間首先有今次嘅說明書，同埋呢一個冇睇錯啊，電池嘅套裝啊，即係話咧今次呢一隻產品咧係要入電嘅。咁啊，其實呢一隻產品咧係2025年嘅動漫節嘅新品啦。上次我哋開箱過嘅 Mark 42 2.0 咧係24年嘅動漫節嘅新品，相隔咗1年之後咧，反而今次呢隻作品咧係冇呢一個 USB 供電系統嘅。今次呢隻產品嘅結構複雜咧，所以建議大家咧都係要好好地咁睇下呢本說明書啦。下層首先上面呢一個級數裏面咧，就係所有各式各樣嘅一啲裝甲嘅零件啦。最後最底下嘅一層咧，就係地台、支架同埋地台嘅一啲配件嘅。本體從盒裏面攞出嚟之後，未裝任何零件嘅狀態咧就係咁嘅，同喺 Hot Toys Summer Showcase 2022推出嘅 MMS 664 D48 Iron Man Mark III 2.0比較咧，兩隻產品可以話係有70%係一樣嘅。主要嘅差別咧係喺腹部至到後腰、雙腳大髀嘅關節同埋小腿呢啲部分咧，係今日嘅着甲版上面咧全部都改成咗銀色嘅機械內構造型。另外着甲版嘅大髀咧會多一啲擦甲嘅結構。除此以外，呢兩隻 figure 本體嘅其餘部分都係完全一樣嘅，包括佢哋嘅可動性同埋陣間會提到嘅好多嘅隱藏細節，所以前作嘅一啲戰損替換件今次都係通用嘅。從頭到腳同大家嚟拆解一下呢一隻 Mark III 着甲版。首先面具同埋頭頂裝甲咧有磁吸設計，收埋咗雙眼嘅電池位置。面具底下有內部結構嘅細節，肩部有一個導彈發射嘅磁吸替換件，手臂有一段向外拉嘅隱藏關節。肩甲本身就係一個兩層嘅設計，然後肩甲有一段關節可以拉出嚟，同埋有一個球形關節。二頭肌位置裝甲有磁吸設計，底下有機械結構細節。呢一度咧同時係雙手掌心炮燈光嘅電池位。今次着甲版咧就新增咗一個磁吸增高件，可以做到一個裝甲彈出嘅感覺。前臂有一個磁吸替換嘅導彈發射件，同埋一個用榫位插件安裝嘅盾牌件。胸甲用榫位插件固定，可以拆落嚟露出底下嘅機械結構，但係胸甲底下咧就冇任何嘅細節。反應堆咧係純透明件，冇任何金屬嘅細節。肋骨兩側有4塊裝甲有可動性。今次新增咗上胸咧有一塊裝甲可以向上揭起，然後可以磁吸安裝2塊可動嘅裝甲。下面都有一塊可動裝甲，不過呢一塊咧就係用榫位插件嘅方式安裝嘅。背後有4塊飛行襟亦可以打開，咁我呢一隻咧就有少少中獎，其中有一塊咧係好鬆嘅，裏面嘅2塊有蝕刻片嘅細節，蝕刻片上面咧黐咗一啲海綿，應該係用嚟防刮花嘅。背後中間位置隱藏咗反應堆燈效嘅電池位，有一個按壓式嘅開關咧收埋喺右上飛行襟翼嘅底下。呢一個設計咧非常之方便嘅，腰有3段關節，彎腰嘅角度非常之大，方便佢做爆地嘅姿勢。而且彎腰嘅時候，背後會露出底下深灰色嘅機械結構，保護咗一個穿崩位，同時咧又增加咗一啲細節。呢一個設計咧好聰明嘅。髖關節有2塊裝甲可以揭起，腰間咧有反制耍步器嘅細節。腹部正面、側面同埋尾椎位置咧，一共新增咗11塊磁吸嘅裝甲，全部都冇可動性。造型咧就好似係呢啲裝甲斜斜地咁樣打開咁嘅樣嘅。大髀位置正面新增咗磁吸替換嘅外甲，呢一塊甲咧竟然係用合金做嘅，有少少嘅重量。側面裝甲咧就新增咗用榫位插件方式安裝嘅替換甲，底下咧隱藏咗小腿燈光嘅電池位。換好之後咧有3塊磁吸安裝嘅分離裝甲塊。
小腿部分有2塊用榫位插件安裝嘅裝甲，其中1塊裝甲有少少揭起嘅角度。最後小腿背面有2塊裝甲可以打開，露出底下非常豐富嘅機械細節。打開大髀嘅燈光呢一個位置同埋正面都會透出淺藍光嘅。全身上下可以換嘅地方都換咗，可以打開嘅地方都打開咗，咁就係呢一個造型啦。整體嚟講呢個感覺呢就係一個全身外甲都離開咗身體少少，透露咗少少底下機械結構嘅一個 Mark III。視覺上呢非常之複雜，擺喺度做一個展示品嘅話呢個觀賞性絕對係高嘅。變成咗呢一個狀態之後，你要再去擺 pose 呢，必然就會一邊擺一邊啲零件係咁跌落嚟，非常之麻煩。所以呢一個造型要擺 pose 的話呢，我建議就要先諗好你要擺咩 pose 先，扭好個本體，然後先將啲裝甲慢慢咁吸上去。我覺得整體組裝嘅難度算係有少少難嘅，最主要嘅問題咧就係佢有一啲裝甲係磁吸，有一啲裝甲係用插件，整體咧係唔統一嘅。所有磁吸嘅部分咧都係輕鬆易換嘅，但係所有插件要用力嘅部分咧就係麻煩噶啦。我最討厭嘅地方咧有2個，首先咧大髀外側嘅呢一塊咧真係好難拆，所以咧設計嘅時候咧就好心咁樣咧，上面分離嘅3塊裝甲塊都做咗磁吸，但係其實咧正面嘅大髀裝甲咧都係新設計嘅，佢都有分離嘅裝甲塊，但係佢就可以做到完全整塊都係磁吸。側面呢一塊唔做嘅原因呢，我估計就係因為佢係直接沿用咗 Mark III 2.0嘅設計，當時係冇磁吸嘅，所以呢一度咧都冇磁吸啦。另外小腿2塊分離嘅裝甲咧都係插件，佢哋嘅問題就係佢哋會互相干涉到啊，搞到咧我都好懷疑自己係咪裝錯咗。疊起嚟之後從正面睇咧，其實幾乎都睇唔到啲咩底下嘅結構噶啦。咁呢一度上面嘅裝甲嘅連接件咧，好刻意咁樣做咗一個透光件，應該咧係想透出底下嘅燈效，但係其實佢哋拼埋一齊之後咧，已經剩翻條罅仔去透啲光出嚟啦，而且呢2塊大零件都冇可動性，所以呢一個部分倒不如做一個磁吸件，乾脆了斷，等我哋玩都玩得輕鬆啲啊！最後呢，我估可能有啲觀眾都想睇睇，如果將呢一隻着甲版嘅裝甲盡可能咁樣合翻埋去，可唔可以變翻做一隻原裝嘅 Mark III 呢？咁結論當然就係唔可以噶啦，尤其係腹部位置咧會顯得好奇怪，我覺得咧係唔好睇嘅。頭盔頭雕嘅部分，今次有一個全新嘅頭盔頭雕，做咗一個微微皺眉嘅表情，有鬍鬚同埋少少頭髮嘅細節。呢一個咧係第一個有可動眼球嘅1:6 Tony Stark 頭盔頭雕，有一塊磁吸嘅面具可以安裝上去。呢一塊面具咧同頭先頭盔上面嗰塊咧係完全一模一樣嘅。咁啊，不如俾一塊戰選版噶啦。下巴嘅部分咧有一個可動性，咁佢可以完全合翻埋，變翻做一個頭盔造型嘅。地台部分咧係一個紅金色嘅地台，可以插上 USB-C 打開燈效。另外有長短2款各3條嘅小機械臂，分別有4個同埋3個嘅旋轉關節，可以用球形關節安裝到去2個一模一樣嘅拆甲台零件上面，完成整個地台嘅造型。睇到嚟呢度，如果中意呢條片仲未訂閱嘅朋友咧，希望大家可以撳個 subscribe， 我哋即刻進入擺 pose 嘅環節。其實單獨咁樣睇今日呢隻產品咧，佢係冇咩大問題嘅。佢嘅所有嘅缺點咧，都係同近年 Hot Toys 其他嘅 Iron Man 產品比較之下先至浮現出嚟嘅。首先佢就冇 Mark 42 2.0 嘅嗰個全新嘅 USB 供電系統啦，然後就係佢嘅裝甲唔可以合翻埋去還原翻咗一個圓形嘅 Mark III。拆甲嘅造型咧，主要都係用呢一個替換件去實現嘅，做唔到好似 Mark 42 2.0 咁樣有好多可以完全合翻埋去嘅展開結構，亦都唔可以好似 Mark 6 2.0 咁樣同時玩到原裝同埋拆甲造型。今日呢隻着甲版嘅造型咧係獨特嘅，但係我覺得佢設計嘅構思咧又不如 Mark 5同埋 Mark 7嘅 Suits Up Version。嗰兩隻嘅着甲版咧已經同佢嘅原型咧完全唔同噶，而且仲可以單獨咁樣拆一隻 Tony Stark 出嚟玩。我期望想要嘅 Mark III Suits Up 咧係一個 Tony Stark 佢着住緊身衣，然後夾一個新嘅黃臂，再加上一啲全新嘅裝甲零件嘅一個套裝。但係公道講句咧，其實咧嗰個產品嘅定位係有少少唔同嘅。今日呢隻產品咧叫做 Armor Suits Up Version， 同佢完全同名嘅咧
咧就只有過去嘅一個叫做 Silver Centurion Armor Suited Version 嘅一個 figure。呢一隻 figure 佢嘅觀賞性大過佢嘅可換性，佢嘅預定價錢係港幣2980，同當年嘅 Mark III 2.0咧係一樣嘅。如果今日呢一隻產品可以同 Mark III 2.0糅合成一個單一嘅作品咁樣去出嘅話咧，咁我相信咧佢絕對會攞到我哋頻道4個評級裏面嘅最高評級。我哋頻道俾今日呢隻 Hot Toys 嘅評級係我哋頻道4個評級裏面排行第2嘅推薦佳品。好啦，今日呢條片咧就嚟到呢度啦。如果中意今日呢條片嘅朋友咧，就記得一定要讚好同埋訂閱我嘅頻道，撳埋個鐘仔 follow 埋我嘅 Instagram。喺我嘅 Instagram 上面咧會有更加多唔同形式嘅玩具情報同埋玩具開箱嘅。咁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